歡迎收睇一節暴雨消息。天文台喺下午8點35分發出今年首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。暴雨警告信號現時為黑色，表示香港廣泛地區要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嘅大雨，且雨勢可能持續。應該留意有關暴雨消息嘅報告。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大驟雨及強烈狂風雷暴，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，初時雨勢頗大及有強烈狂風雷暴。明日氣溫介乎25至29度，稍後驟雨逐漸減少，吹和緩南至西南風，初時風勢間中清勁，明日漸轉吹和緩東北風。展望隨後2-3日天色較為明朗，但仍有幾陣驟雨。週末期間天氣漸轉不穩定。今次嘅暴雨消息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